正重要。伫咧人生的终点，陪伴过身的亲人行最后一段路，对家属来讲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台湾几百年来，无同款的族群来来去去，丧葬礼俗嘛产生真大的改变。早期佛教甲道教，拢有做传统甲丧葬有关的仪式。台湾的北部丧葬是由做释教法师在做。甲咱台湾南部的丧葬仪式，就是由灵宝道士来负责。甲即马演变以来，就愈来愈多元化，葬仪社、仪公司就入来啊。不过在这个历史的发展之中，我感觉传统的这物件，袂使算讲有一个没落的情况，是咱有人要去经来做啊，无去经来做安尼啊。死亡是人生的过程之一，所以伫咧各种的文化当中，拢有死亡相关的风俗。台湾人普遍无想要谈论一寡代志，不过这款的禁忌，嘛，互咱愈来愈无法度了解丧葬礼俗的意义。即马算讲会使算一个市场机制的时代，包含当然第一个是很简单，它的经济跟财力。第二个最重要来讲，伊到底有了解伊即马做这个物件的宗教意涵在倒。所以伊咧选择的时候，等于讲我有做，就代表我有来完成一个交代。不过，那是当你知道你内底的宗教意涵在倒，因每一个科目的安排拢有伊的道理。这个时候，你可能不敢轻易的去调整太多东西。看待死亡这件代志，到底台湾人是呈现什么款的精神？其中这么侪禁忌，背后又有什么款的故事呢？常常听人伫咧讲，这人生在世那迷茫，死了后是江山换别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这死亡啊，伫咱的生命当中，真侪人是真禁忌，也有人是真好闲。而且讲，咱人要登记了后，家做这生命礼仪，有真侪足神秘的所在。今日邀请到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要来一一甲咱点破。甲一位要来邀请伫咱南部是真出名的江东宪江道长，道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咱南华大学教授，而且是咱殡葬服务业的评审委员，咱的杨树贤杨教授。杨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既然人要往生这件代志，咱拢爱家己做一个准备，而且咱拢最重要就是讲伫咧办这个丧事的时阵，就是这人生最后一阶段，代表家己送伊离开的时阵真侪亲戚朋友拢会饲我来，特别是子孙啦伫咧这办的这个过程当中真侪人会足计较啊，甚至有的人认为讲这若是甲这新后事办了无事事，会影响到后世代才行行顺顺，道长，你认为讲这敢有道理咧？这个无应该甲讲什么办了好，办了无好，会影响到咱后代。有阵时咱做这仪式，你爱溯源，爱去追溯较早以前的这个生活模式，这个生活模式。较早人饭都无通食啦，时机较歹，饭都无通食。你哪有可能有遐大经济能力来办这个丧事咧？所以讲有一句话足重要，阮道教一句话足重要。一切从心起，万物自发生。啥物拢是用咱的心去做。所以讲这并无禁忌啦。办这丧的代志是无禁无忌的其实安尼咱规集咧，咱来就这个点来甲咱所有的人来讨论，甚至讲互咱的观众朋友知，其实办这个生命礼仪来讲，其实是咱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的，因为咱。人要出世是无一定，但是既然出世要登记是一定会登到的既然安尼，咱来问咱的杨老师讲，真像咱英国传统的时阵，伫迄个三合院迄个人登记了后拢会甲迄个往生者就是伊的遗体就是放伫迄个大厅，放伫迄大厅内边有真侪眉眉角角。甚至讲话这死者讲请入来大厅了若是讲咱大厅用菜神明菜讲嘛，有的人就讲爱用一块布啦不管是红布还是白布，就是爱甲迄个公厅甲伊扎起来，这是为什么啊？因为较早这个咱正生护灵这个部队处啊，伊这个正厅是算讲厝内底上界重要的一个中枢，
包括伊就是新名公马拢在伫遐，因为较早无像即摆咱讲的这专业的作艺社，较早拢是所有松树时代人的松树拢在建立时随在家，互家己来主动，甚至即摆咱讲的这 DIY 啦，也是讲。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大家来斗相共，较早相帮伴，今日你有来甲我斗相共，连讲换恁兜拄着代志的时阵，我倒可能去甲你斗相共，这毋是用钱的当请来叮当的，较早有这个人情味，因为咱松树是一个过渡尔，所以临时的这个一个工课，所以咱一定用厝的现有的物件来用安尼尔，所以伫正厅伫遐地霜，较早因为爱蒙食，咱来甲。场楼爱甲穿寿衣，穿寿衣一定进前你爱先甲沐浴，身躯要甲拭拭，毋是讲正经洗啦，是讲在互买水等下甲沐浴甲拭拭的，因为你拭的时阵一定会赤身裸体嘛，咱新名公阿嬷伫遐，你无可能甲请走，毋过惊讲咱是大人也是赤身裸体去亵渎着咱的新名啊公嬷，所以果不离三种不得已因此再用一个感冒。还是用一个红纸红布先甲扎起来，实在是照传统来讲啊，沐浴好、衫换好，甚至日念好，这就会当用掉啊。不过即摆就变做讲，大家怎会就安尼怎一直到松树经过完半才甲用掉。不过咱台湾有的所在，尤其咱北部地区，嘛是有还个照传统，就是讲你日念好。我这个红架桌顶扎的种物件，我就自然我就先甲摕掉啊。老师拄则你有讲到买水，买水是啥物技术？买水有的所在用这吸水啦，因较早无水道水，无自就即摆讲的自来水啦较早的水一定就是圳沟溪仔边还是井水，不过井水因为井水有的所在伊是较泛咸，讲这有这溪水啊，无咧流的，你若圳沟。溪水，这有这活水，这有咧流所以较早就是爱去遐，这建立时阵爱去遐，甲水工水补，买水，吸这个水回来，甲我是大人，算要甲沐浴安尼，不过即摆自从有这个自来水水道水了，这个尤其咱即摆台湾这圳沟，溪仔水即摆污染真严重，不管是工业的废水，还是家庭的废水即摆咱用心讲，迄变做垃圾水去你买回来嘛唔敢甲洗啦，所以即摆就足侪所在，这个仪式，这个风俗就愈来愈少，尤其即摆大都市啊。坦白讲啊，你要看到一条溪啊，一条圳沟是足困难的这件代志，所以就变成讲这个怎啊愈来愈少安尼。咱对来讲，迄个往生者要往去的时阵，拢爱就是甲伊送灯来处理。像阮阿公，我最细汉时，我差不多15岁的时阵，阮阿公迄段就是人无爽快伫病院。落尾是阮遮的，就是阮遮的亲戚朋友拢是希望讲，阿公的最后一口气伫厝里长气，趁阿公抑阁有一口气的时阵咯，阮遮爱做事生爱赶紧甲伊换衫，比如讲衫爱穿几领啦，爱甲伊换伊上介意迄双衫啦，是种什么鞋啊换了，甲伊的人请去大厅互阿公安尼离开。为什么迄最后一口气爱留伫迄个厝里长气啊？较早老一辈的人就是安尼啊，要落血归根嘛，伊希望伊死伫厝里，无爱死伫外口，这是一个足传统、一个足重要的观念。所以讲，较早咱的中厅、中堂，伊把死者为大，咱讲死者为大，伊今仔爱来甲伊的大，伊还未死进前，也是讲已经过去啊，爱来甲伊的大体请来大厅嘛，咱甲神明厅炸开来，这个所在就是要变一个灵堂，那么灵堂的时阵，迄坑佫有规则的，伊的大体啊坑伫咱的厅的大边。伊的遗体放伫厅的大边，然后观察空观，迄观察放伫小边嘛，然后看一个好的时间入墓，入殓嘛，入墓以后，原来放大体的所在，较来放灵桌，灵桌顶悬就是要放伊的神主、伊的相片啊，放伊香炉，要甲伊拜饭，在这个所在，迄叫做灵桌啊，这个人过身无分啊。今仔日这个往生的人，较早的人血是发底嘛，血是发底。今仔如果伊顶悬已经讲无是大人啊，所以算好命。好命。伊的头就是放伫内底，向厅的。对，放内底，就是讲希望伊长去了，
伊分泌离开，伊就是会行出来，就背起来就行出来，行出去啊。个送伊出门的意思。那么今仔日这个人啊，如果顶完个是大人，就无好命啊。较早话拢讲较歹听，就是夭寿啊，夭寿亡啊。咱嘛无希望伊回去啊，有可能伊顶完是大人，伊佫有某囝呀。所以讲，咱无希望伊回去，伊头壳伫外口，就是咱希望伊会讲去行入去啊。咱道教的这个理论的讲法吼，咱人有分魄嘛吼。三魂七魄就是咱人出世。吸到咱这个宇宙的第一口气开始，7天就生一魄，一直到749天，到完整的这个灵体，有这个精气神啊，有这个完整的这个人的灵体嘛。那么换之就是人过身断开了，断开，迄天开始算，7天一魄就是无去啊，无去，对哦。我拄仔讲的，伊是后天的7魄嘛，所以伊嘛是爱离开，伊爱离开咱的体啊，因为咱的体会烂。咱的体无去啊，是毋是安尼？然后7天伊会无一魄去，一直到749天，咱就是咱对世大人服丧会结束的这个日子啊。所以讲咱来做每7天爱拜一拜，就是要祭奠伊的7魄。迄个魄是安尼来。那么三魂伊安怎去？咱人啊打过身的时阵，以民间的信仰、民间的做法，就是过身去，伊的衫拢啊穿好势了，会烧一顶焚桥，互伊坐转去啊。要坐迄块，就是坐去地府啊。咱人安怎来，就是安怎转去嘛。咱嘛是伫遐投胎转世出来嘛吼。然后2条魂就是伫这个灵内啊，一条伫个体啊，一条就是伫个身子嘛。那么还未归身子进前，阮的安灵，就无了阮的安灵，家己的灵魂。安伫这个灵堂内底啊，有一支幡，有一个铜幡嘿，铜幡就是迄魂吊伫迄魂幡内底啊。咱以后伫咱厝里，咱甲服侍甲拜，以后会当安尼一直心中对阮安尼来对思怀念安尼啊。对，所以道长讲的这是无论是查甫的往生者，拢是安尼做。若是女性的往生者吼，咱请教杨老师，是毋是有一个仪式讲爱报外家啊？对，较早吼就是吼，人讲天顶天公啊，地下母舅公啊，所以这阿舅吼，伫咱的这个家族啊内底吼，其实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角色。当然另外还一句话，台湾人俗语定咧讲吼，讲外甥啊食母舅，咱咧食豆腐啊，就无像咱阿舅听这外甥啊吼，就这理所当然的。所以吼，老母啊在生的时阵，当然有外家，老母也有外家，所以到做阿舅、母姨、母亲，大家这个关系拢会使保持甲真好啊。不过老母若过身去，恐惊到这条线去就断去。尤其较早。咱这落叶时代，老爸仔的亲情、房头啊，差不多拢住伫咱的附近。不过妈妈的外家可能较有一段距离。所以变做讲老爸仔过身，这唔免报，这唔免报做阿叔阿伯啊，伊自然伊就会知影嘛。咱厝咧办公室本来就会过来，就过来斗相共。不过较早无电话、无手机啊，所以阿舅可能。靠一段距离过几个钟头，虽然较早无车交通不便，不过较早这个距离嘛是拢有所以变做讲你专工去妈妈的外家，就阿舅遐去甲报丧，报丧，邀请伊通知伊过来主导，因为这算伊的姊妹啊，所以伊有迄个权利过来遮看，过来遮出意见安尼。所以爱报外家，阿舅过来时阵，咱来接外家，行大礼接外家。我这是老母过身才有啊，老爸过身免接外家啊。老爸过身阿舅吼，咱用心讲啊，是爱甲通知啊。不过要来无来，这就看伊家己方便安尼啦。对。其实事实上，咱拄开始的时阵吼，道长甲老师拢甲咱解说着讲，其实这生命礼仪内面有真侪是咱。无法度去解说，或者是讲对着即马现处是这时代伫咧改变。毋过确定啊，咱就要来进入到即个做法会即个部分，这内面真侪眉眉角角哦。咱先休困一下，卡听下继续来讲。讲
讲到这丧葬礼仪，咱拄则有讲到吼，讲若是女性的往生者登去了后，爱报伊的外家，所以伫咧规个丧葬礼仪内面啊，女性应该是有重要的功能哦。要来请教杨老师啊，就是讲吼，我听讲迄查某囡仔啊，若是讲爸母往去了后，查某囡仔吼嫁出去爱靠路头。啊，为什么爱靠路头？等于讲是伫咧大街路就开始咧慢慢好啊，这是为什么啊？因为较早的砖头其实无宽，甚至较早嫁出的范围可能就差不多咱即摆一个乡一个镇。啊，不过因为拢爱用行的嘛，所以第一时间点时大人来往生，第一时间点凡说无法度马上回来，因为有一个路程。啊，而且你个等甲较早无手机啊，无电话啊，所以等甲接着通知了，搁回来，凡说过长工啊，凡说早起过身，你暗才回来，所以伊会自责，讲我无法度伫第一时间点回来，所以迄个情绪会爆发，所以会靠路头，当然这一部分是安尼，就是家己心肝头艰苦，自责家己不好，讲我无法度第一时间点伫边仔甲风台。第二就是咱良心讲啊，咱的丧事内底有诶风俗啊，实际上是要做外人看，做外人看，较袂讲讲咧不好安尼啦。不过其实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啦，其实像我其实拢足鼓励讲伫丧事的过程当中，做家属其实。情绪若来的时阵，该哭你就哭，无要紧，免惊歹势。因为即摆人较早的人是足自然的，伊足自然，想要哭伊就哭较大细声安尼，袂惊人安怎样啊？反正有出面个还是顶个讲哭愈大声愈有效。当然这是较早的这个价值观啦即摆的人会变做讲较避俗伊受过教育伊会较避俗，讲我都惊讲正人面头前，我莫哭，惊去用笑。问题是其实。该哭的时阵，你就要哭，唔好压抑。即摆少年听到做好，伊听无，你叫伊哭，伊才听。不过较早顶人呢，你叫伊做好，伊就知影爱哭。这就是讲较早的价值观，迄个普世价值，伊认为讲哭就是一款有效的表现。你哭愈大声愈有效。不过这时空背景无共啊。袂使像即摆时代，袂使讲用较早迄款观念来讲，毋是讲无哭就代表无有效，嘛咪讲哭愈大声代表愈有效，所以即摆即个观念其实是爱改变的。对。既然讲到这个往生者，伊拄往生了其实伊的生活习惯嘛是应该是跟咱人拢共款拢爱甲这个往生者甲伊准备这个菜饭甲伊准备我有一回就是讲我饭底好了，叫阮遐弟弟妹妹紧来来捧饭听到捧饭这两字是大人面贵拢热落来啊道长捧饭是啥物意思？捧饭的意思嘛是讲咱今仔要拜饭的时阵，对咱家己的是大人足尊重的意思啊。我足用心的要来准备这饭菜，要来孝敬家己的是大人。然后有一句话叫做视死如视生。今仔家己的是大人过身去，我嘛希望讲，比如阮爸爸过身去的时阵，我嘛希望讲阮爸爸伊的生活习惯，拢一直伫我脑海内底。伊较早在生爱食啥，我就拜啥物。敢若上过伊个有伫个共款意思。所以讲捧饭嘛，咱是用捧的，孝敬伊的意思啊。我还记得阮时阵阿公拄往去就叫阮迄个金纸就安尼凹做安尼长高形，伫迄一个，阮是用一个敢若面桶安尼一张一张烧，是啥物意思？这烧卡尾纸。卡尾纸。卡尾纸其实咱就讲卡尾有足侪物件点卡尾香啦，都要讲卡尾饭啦，卡尾火啦，点较早是用油灯啦。油灯咱迄大油猪用灯芯草，来去点安尼搁再来卡尾纸。其实因为这几项物件拢是伫亡者的骹的头前，毋是有的徛遐，有的伫遐咧做，所以拢有做骹尾的物件。因为良心讲，是烧骹尾纸那我是讲较科学啦。当然较早老的是讲这就靠互伊做路钱，买路费。较早讲要去地府管结安尼像咱即摆要行高速公路要用 ETC 安尼对，还有一个过路费。当然这是老的古早人的讲法啦咱即摆讲较科学的，毕竟讲事实话啦，地府我毋捌去过，所以咱即摆讲较科学。其实
烧咖啡做啊，良心讲啊，是惊你较无聊啦。你伫遐酒店较无聊，哪烧，安尼来陪伴啊，所以叫你一张一张豆豆啊烧嘛，对吧？较袂讲啊囡仔人安尼一概拆规矩啊，一下囝就烧啊，一张豆豆啊烧陪伴你安尼。啊，无因较早酒店较早也无电视也无手机啊，惊无聊。啊，惊你踮遐度久啊，所以用这消磨你的时间安尼。所以这仪式是毋是即摆话拢已经念掉？当然你即摆你伫第一，你伫殡仪馆即摆也无一个点啊烧啊。对吧？殡仪馆你无可能伫遐酒灵啊，搁来即摆你若住大楼、住公寓的，就算讲你灵安咧厝的，你嘛无在点啊烧。啊，所以其实足侪礼俗、足侪风俗。咱讲为什么有这？风俗，风是啥？风较早人讲三礼不同风，五礼不同俗。三礼不同风，风其实就是一款环境，咱大自然的环境，不管是气候还是你这个地理、你这个征头。看是挖山挖海，还是伫市区啊，就是一个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会影响到你的俗是啥物？俗就是生活习惯。所以说风俗啊，所以无同款的环境，无同款的时代，当然这个风俗就要有所改变。因为咱这个风俗礼俗，伊最主要是三个元素结合做伙的，就是头一个这礼仪，礼仪就是伊的精神。伊最主要做这样代志，伊的目的、伊的意思在哪里？第二项就是礼文，第三项就是礼器。礼文就是这个过程，咱要讲什么话，要互人在参与的人知影要安怎去进行。礼器就是在仪式还是礼俗咧进行的过程当中，你要传一寡物件。其实上海重要就上海重要，拄仔讲的，这礼仪才是上海重要。礼仪是永远袂变的，这是一个咱的。民族诶，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大传统，这是一个精神，精神主轴，伊是袂变，伊核心价值。你啊礼文甲礼器，这是对时代咧行。就较早的人写批，即摆人无人要写批啊，即摆人用卡手机啊，较早人用行，即摆人要坐车啊。就迄时代无共，所以用的物件无共。不过你的这个精神袂使变。我会记得迄阵啊，阮。阿公要回去，迄阵啊做发挥真正是大概是做到3更半暝，我会记真正是3更半暝，就是做到拢足暗的吼，就是迄个做巡，嘛人讲做七，甚至有人做公定。道长，你伫咧做这发挥这过程当中，等甲咱解释讲，这做七、做巡甲做公定这之间到底是共款，还是无共款安尼？做公定就是阮以道教的科仪来替这个往生的人。做法师嘛，做法师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甲伊拔刀超生啊。咱人在生拢有一寡罪愆，一定会犯罪。这个是敢若像含即马的年代共款嘛吼，请律师来拍官司共款意思，共款意思。所以讲，这个科仪法师就是阮道长、阮道师来替往生者。要来消遣灭罪的部分啦。拄我讲的，足侪工课你做，足侪仪式你做，你要想讲较早以前是安那，古早时代是因的时空背景是含即马有共款无？以前的人会当服丧，会当这个服丧的时间会当足长啊。即马无可能啊。即马10天一个月可能讲安尼足久啊呢。我要上班啊，要当请假是不是？所以讲，甲这个。是大人过身的这个服丧的这个期间，就缩短啊，就缩短啊，所以讲就变改做巡，较早做七就是749天嘛，每7天做一个7啊，搁做7啊，即马改做巡，像阮遐有个大巡、小巡、大巡、小巡，而这个7个巡内底有4个大巡、3个小巡。你若像这地方的礼俗无共款啦，你若像阮南部离阮遐所在，这毋是阮设的哦，这是较早地方上的记录。就这个地方上有一寡讲话有分量的老人，就来改变这个民间的这治丧的过程。因为阮今仔日已经譬如讲，阮遐足奇怪，阮遐就是7日就是查囝巡，就是嫁出去的查囝当来。甲是大人拜神，伊遐款物件当来拜拜啊，款神礼、款菜饭、款红花粿、粿子啊，当来甲是大人拜拜。以前是安尼，阮遐7日是查囝巡，毋过毋对啊，第7天那是查囝当来咧拜拜，后生也袂拜，查囝是当来拜，
较早人做计较的哦，对啊，后生袂当互你安尼哦。对，我第6天就要拜，讲落去拜。所以讲阮咧第6天就拜一个大顺啊。哦，查囝小顺尔，嘿，你7日是小顺，嘿，我后生是大顺。哦，所以讲第6天大顺，第7天小顺是查囝顺，嘿，然后佫拜了个大顺小顺，那个大顺小顺安尼拜了，拜到第7个叫做大顺，迄嘛算做咱即摆讲圆满顺，嘿，就是要做法事啊，过工要出山，嘿，过工要出来。较早是拢，阮即摆模式是安尼，毋过较早毋是安尼啦，较早人死是先更一代的啦。嗯，以前的人经济较歹，无可能买好的棺材啊，拢是房啊顶顶的尔。嗯，那么一定较早有土葬的啊，人死应该是一礼拜内就拢更一代啊，啊无尸体放伫厝会烂会臭呀，对哦，然后更一代了，当下嘛是去徛灵啊，嗯同款徛灵，嗯，徛灵有上灵倒伫遐，是人早暗拜饭啊，然后就是爱做顺啊，爱做七啊，做顺啊，爱拜拜啊，然后阮就看一个日嘛，看一个日要拄福。咱人四个成福甲楚福，嘿，成功的成福甲拄福，成福就是日木叫做成福，就是我们好家观后生新妇早囝该换迄个换丧服，丧服，爱换丧服，拄福就是这个丧事结束的意思，就是除掉丧服的意思，把丧服脱掉。即摆佫讲到这，佫讲到8日的物件。较早阮就讲8日拄福，毋是100日的8，毋是100的8，因为即摆有拢算哦，100天了过来做发挥，所以事实上毋是100天。早无你安尼，你爱问较早老辈，无人爱讲100日的。阮就讲8日是罢免的罢，咱河洛人讲河洛话，咱讲闽南语嘛，一定是讲8日啊，你话罢免啊，罢免8日啊，无毋对啊，迄个罢就是结束的意思。就是咱甲即个服丧的即个整个仪式结束，就是做8日。8日拄福，咱后生新妇早囝就是甲即个丧服拄掉、脱掉的意思啊。而且做这科技啊，也是讲做工地的迄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有真侪人就是讲，这道长伫咧做这过程当中，敢若做成伫咧搬戏共款安尼。科技就是演法啦。毋过即个演毋是讲演戏的演。我若甲即个科技。把迄内底遐个内容吼，把伊精致的表现出来，来表现出来。那么内底阮有迄科技的册内底，一定有一寡动作，包含一寡动作啊。阮的道长的动作，道士的动作啊。你要把迄个动作做出来，才会当把这个科技甲伊完成嘛。所以讲有阵时啊，有真侪动作，嘛是咧做互人看的。做人看。因为你无安尼做的话，变相单调去。你变相单调去啊！有一寡代志，你迄动作你要做出来，才会当把这个可以，甲伊做完整的，甲伊表现出来，甲伊达成迄个效果嘛。上达天庭，下测幽冥，才会当做到迄个效果出来啊。所以有人讲啊，像人讲要做西讲戏，其实毋是安尼，迄是民间人一般人讲法。而我的感觉袂使安尼讲真，袂使安尼讲，其实安尼无够尊重，无够尊重，安尼是毋对的。我会记我细汉时阵，我嘛看过阮阿公伫咧办即个就是个丧葬礼仪时阵哦，有一个过程叫做搭肩过桥，也是讲有的人是走下马。其实这是较无，就是较偏向咱民间信仰的这部分呐。是毋是请老师甲咱简单小介绍一下？因为其实走下马有说讲做放下这其实这道教甲佛教，因为咱台湾那嘉义以北即较瓦山区的这平原地区甲瓦山区的这多数拢请佛教，这香花精、葡萄精啊，这去做法事。安尼啊，沿海地区去咱南部就是请道教，咱道长，率领道士来去启建这功德法会。这内底拢安排，拄要讲的这个走下马、放下这个仪式。因为咱的功德道场，我常常咧甲比喻啦，就讲这就咱像一个法庭。不管是道长还是佛教的法师，就是咱家属请的律师。亡者不管有罪无罪，伊就是被告嘛。对，我若无罪，经由这个过程证明我的清白。我若有罪，
就拄讲的大做法小，小做法无，哦，啊，这王冠，伊就参像监察官共款，伊咧搜证的，啊，每一电拢伊负责的，啊，跩不管神啊、佛啊、菩萨，跩就是算讲咱法官共款，对，啊，所以我下期上去，你咪使甲我驳回啊，系啊，不管我送几届，你反正你使拢会使甲我规个拢甲我反驳掉嘛，吼，啊，你若讲无做的人，其实。伊嘛免送嘛，无要紧啦。还是讲真正，还是咱家属啊，吼一个心啦。因为今日你会开钱，甚至开时间替你的亲人去见这个公职法会，甚至为伊做任何可能性的代志。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有你甲伊有一个亲情伫的。对。啊，今日咱讲真诶，跩礼俗，包括跩法制都毋是迷信啦。这就是最主要，你甲伊有一个感情伫，你才愿意为伊付出。啊，包括拄仔讲诶。诶，打经其实打经吼，坦白讲啊，这是正经西讲戏啊，这仪式戏剧啊。对。因为咱无可能，咱的丧礼内底就是无可能讲当代志拢是为着亡者。我讲活人嘛最重要，即家属嘛最重要，伊的情绪、伊的心理，咱嘛是要甲辅导。啊，甚至咱讲是过往的人，伊就是已经到遮就是圆满啦。啊，活人到未来，所以你照着。甲启建功德这个时间点，打经劝善劝好，讲互活人听，互因看好去照着这个法师还是道长讲跩道理、人生的道理甲分享，互伊看好，会成一个反省，会当一个觉悟啊，面对未来的生活。对，也讲到这个往生者已经离开咱啦，也不过在这阳世间的活的人吼，这亲人也是爱继续来面对。所以亲像拄只老师道长讲到，这做代志其实为着咱在世间的这个人。也讲到这个物件内面，结果真侪眉眉角角，咱台湾传统是安怎流传的？咱确定啊，小休困者，咱继续来讲。伫台湾的传统观念，为着要互过身的亲人会当继续过好日子，家属会准备各种用纸糊的生活用品，互一寡过身的人伫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嘛真舒适。不过时代的演变，这项文化嘛对咧改变。15岁去学师啊，阮头家就教阮两兄弟啊。阮咧学师的时阵，一个月差不多有差5、6组，一组拢差不多7、8万。这几年来，传统就哪来哪少啊。较早咧订的零厝大部分有高零厝，上大要高到7米。人即摆现代人拢住高楼大厦，就免啊。迄个位若放这15、6米迄款的4、5米的遐大的零厝，来开组创型的零厝。看到传统纸厝的需求愈来愈少，头家嘛对时代开发出品质好的小型纸厝。不过伫咧介绍方面，有关是真歹甲大量生产的产品来竞争。若有这个葬仪社了后，有的商家讲有就好啊啦，葬仪社规个包办，组创成摕者就好啊。阮这传统比讲手工就无法度哪做啊。就嘛无法度搁教师啊，师啊你搁教来教成济嘛，趁无济嘛袂使。若是古纸产业时代咧改变，台湾传统的丧葬风俗嘛对咧改变。伫台湾的丧葬文化内底，抑佫有偌济事物，甲过去已经无共款啊咧。讲到这个丧葬礼仪内面真侪眉眉角角，而且是真侪观众朋友恁所唔知影，而且认为讲是毋是去翻到。真神秘的这个部分吼，咱今仔日来到这个现场，要一一甲这个道长问好清楚。讲到迄个咱守孝大孝吼，是毋是伊迄个这个孝观吼？伊是毋是遐伊比如讲有迄个满迄个在日啊，迄白布啊，迄是毋是有一寡差别啊？你讲哦，你的迄个级数无够，你穿的就无共款啊。其实吼，我只借着这个机会吼，先说吼要强调吼，因为咱即马台湾吼，即差不多这20年来。哦，这个孝服
开始有出现即个穿乌袍，穿乌衫，敢若规属拢穿乌衫，安尼又要穿迄个技术服、海青迄种的乌衫。其实咱良心讲啊，这是尾啊，慢慢的在演变出来。当然这。咱嘛袂使讲伊唔对，不过我个人我是感觉这是改做安尼是足可惜的一件代志，因为咱传统校服，伊自这个孔子讲的年代，这个礼节制定出来了后，咱的校服分做5服，就是照你咱甲蒙者，伊跩内清外切，跩平辈、晚辈。大家甲伊的一个亲疏远近的关系，所以每一个人的双气无同。当然，你较蒙者较亲的，当然伊一定财生一定对你较好嘛。甚至伊放财产互你，当然你本来你就义务替伊服爽服较久啊。伫伊的双属，当然你嘛是爱尽心尽力啊。就是说讲今年4岁，这直系血亲像，你也旁系血亲，当然这块是来参悟一下安尼俩，来甲送安尼俩。所以其实校服，这是咱汉民族中国人。一个足完整对这个家族啊关系、伦理关系，完整表现出来的一个文化。所以你若讲即马改做这个乌袍，咱良心讲也是变做一个足可惜的一件代志。这渐渐咱这套文化就会日后凡世就会无去啊。所以伫遮良心嘛，这个呼吁啊，咱这重义社，其实即个重义社，咱良心讲，毋是干那甲丧事办得好尔，办得好是你义务。另外，你还有一个社会责任，你就是要教育民众。因为较早的丧礼，这礼俗，甚至包括咱这各地风俗啊、民间信仰等等宗教文化，其实较早这种这常识、常识，因为较早大家小放伴嘛，袂晓你嘛学甲会晓，袂晓无你嘛看甲会晓，无嘛你就听甲会晓的，一直参悟嘛，到尾啊，工商业社会了后。怎啊变做知识？因为大家变做做工过无时间，所以我用钱打你。我用钱打你，所以开始有包白包啊，包这香灯。所以变做这就是知识，就是我问得有，我对这较有兴趣的、有去关心的，才会知影这物件，无就要家己看册。我到即马，讲好啊好，讲歹啊歹，好是啥？无输咱这素质有提升，你像阮学校，就有一个系专门咧教这，甚至即马。要做这样工课的，我有证照，咱劳动部有丧礼服务的技术师的证照，内政部有礼仪师的这个证照。问题讲歹，为什么讲好啊好，歹啊歹？拄仔讲好，素质提升起来，变做一个专业。问题歹是啥？这民众大家拢拄会到的代志，每一个人一世人，我常讲好运的啦，上较好运的是啥？一世人你拢无办着丧事，干你家己死的时阵去互办的。运较歹，家运较歹，定定爱办着，有当时年头办一个，年尾办一个，有当时一届办2个至3个，这就好命歹命真歹比如。当然，每一个人可以拄到的代志，结果你煞变做一个学习学士，爱去学校学得有，爱去听课得有，甚至爱看节目你才学会到，这变做一个，咱良心讲，这是一个足悲哀的一件代志。系啊，所以这。民众其实咱虽然无法度像较早生活中你就接受得到，不过即摆重义社，咱就是讲你要尽着教育的责任。对，我跟老师你讲的这职责就是本节目的职责。实际我请教老师，你拄讲到白包这个部分啊，是咪白包其实唔是咱台湾本土的风俗啊？其实是安尼讲较早农业时代农想讲大家足散的，散甲讲正经的家己食。中昼顿烦恼暗顿啊，食暗顿烦恼明仔载早顿啊。拄我讲的，大家就是上介做啥时间无我出我的力咧尔。所以变做讲小帮伴我去甲伊斗相工。较早去拜亡者，毋是包白包，较早是家己炸物件过去。较早无讲骨仔金，丧家回嘛是回骨仔，因为啥用骨仔？你包括即摆咱农旧历7月的时阵。坡道这个所在嘛是我传古啊，因为你等去到较早迄个农业时代，较早迄个时空，咱去想，你袂使用即摆咱的时空去想较早的代志，较早无冰箱啊，所以较早物件袂刻啊，所以古啊上方便，古会咱刻较久啊，较早
农业时代，不管你做山啊，还是做实的，哦，大家去遐，因为这是劳动，劳动所以耗损体力，体力哦，你就快腰啦。啊，所以变做我就可能早起9点10点我就搁食点心，下晡嘛搁食点心。啊，什么物件上方便？无可能炸一个汤汤水水的物件，所以我炸菇仔上较方便啦。啊，菇仔这个物件第好揢、好保存、搁大。啊，食落了后，啊上较方便的，揢啊水准高水啉啉的就好啊，较早水就清气啊。啊，啉落了后就胀起来就饱。啊，所以较早其实是互相送这种物件安尼尔。啊，搁再我出力，啊，搁借物件。阮兜的椅、刀、碗盘，我拢会使借你，好歹势拢安尼。啊，是慢慢啊，到日本时代开始，因为日本人因就讲香电，因就是用钱打。啊，迄时阵台湾嘛开始陆续较侪人做生意，啥物经济较好啊，啊较无时间啦。啊，尤其到尾啊，降服了后，讲啥社会，全变做大家就是用钱，来用钱。变做讲我无法度出我的工，我用钱打你，啊用。这份钱你去请人来代替我，啊，尤其到即摆变做众议社的年代的时阵，哦，用猫的，啊，当然当物件就是讲钱啊嘛，啊，所以就变做商家当然我无需要你出力，所以收白包安尼较紧啊。老师，按呢，我若是讲，比如讲包白包去，还是去家送了后，这亲戚朋友去送了，为什么拢会分到一条面巾啊？啊，这其实吼。足侪人讲啊，这有在长筋啦。其实我讲啊，这家己想家己对啦。因为咱咧了解讲，这个物件其实伊历史无久。为什么我讲历史无久？因为全世界头一条面巾，这会使去查，这西元1850年为英国才发明的。哦。啊，即摆咱咧送的这款的搭纸这面巾，这款的其实是日本时代咧开始。啊，尤其到降服了后，台湾的纺织。这个工业开始发展，啊，甲日常生活大家爱去用到这，啊，所以变做讲调理去啊，啊，无较早我拄仔讲的就是，丧事办完了后，丧家照着讲做七8日咧拜的时阵，加做一寡粿，加做一寡糕啊，较早糕啊拢家己做啊，吼，加做一寡糕啊，还是讲啊有拄有提精神啊，有这肉，哦，啊，搭摕来滴答着跩。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地上期间有来甲咱斗相共的跩，较早的人际关系较细啦，啊，所以而且拢住伫咧附近的，啊，所以我家家户户去共搭谢是足简单。啊，我即摆无共啊，即摆有诶亲戚朋友住就远的啊，啊，人际关系嘛较宽，所以而且大家包钱啦，所以我当场摕着白包了后，我面巾滴在地安尼着，啊，全变做一个调理器啊。啊，当然你要讲长巾，虽然我讲家己想家己对啊，毋过。这嘛袂使讲伊完全唔对啊，这嘛是其实足侪物件自圆其说啦。系啊，民众听了感觉有道理，啊，马上接受。哦，你一个新的物件，是讲一个听起来以讹传讹的物件，哦，你若有法度传30年、50年，甚至半世纪一架子了，就变调理啊。对，我本来说来请教道长啊，咱拄则讲到100日嘛，就是100日其实唔是100天嘛，吼。但是后来佫有一个对年。吼，啊，佮做3年，甚至讲哦，这个往生者伊要夹落去迄个公马的路内面，吼，啊，甚至有个人讲，时间唔对，迄年袂当夹落，爱先架路，道长敢会有小可解释者？嘛无架路这个讲法呢。哦，因为阮拢有当掉。时间到就是时间到啊，是免讲什么年过唔对。你要夹路嘛无什么分什么时间对唔对啊？3年就是3年啊。哦。不过。其实吼，人较早以前是3档才会夹落，3档才有夹落，守候3年，守候3年啊。因为咱家己是大人，立地府3年嘛，理论上来讲啊，对，按第1殿到第10殿都要3档啊，到3档的时阵，伫迄个第10殿转轮王的时阵吼，伊个是爱食明波汤，伊爱去受因果轮回，伊出世啊嘛。咱相信讲家己是大人，已经无伫地府啊，所以3档甲家己的先祖。夹到咱的公马路来，公马坎嘛内底，这是当时应该是这几十档来较开始有的，可能是这40、50档来较开始设有的，因为咱有的人想讲3档上久啊，3档上久啊，一档过来夹落，因为有的人民间的禁忌拢讲，啊恁兜死人等偌久年啊，啊，佮要创啥，有的人拢安尼讲嘛，对，吼，有的拢安尼讲啊，啊，这个3档确实有较长寿，甲改一档，改一档来夹落。
啊，无咱自古以来就是讲酒后3年啊，无毋对嘛，应该是安尼较合理嘛。对。事情没有对错啦，吼，咱讲合理的物件。啊，毋过做个对啊嘛，即嘛流传遮侪档啊，嘛拢爱做，像甚至我拄仔讲的，像阮遐某。阮遐的地方上嘛是有人去种伊些，嘛是有种伊些，即马甲主角改100只角落啊。100只伊100只的时阵，伊搁请师傅，请迄个民间的上经团去因兜上经啊。100只啦，100只搁请上经团去因兜上经，然后上经拜了，先煞家己的身主角落。这嘛是因嘛是会当去改变啊，因家己去改变的物件。啊，主角会当接受就好啊。啊，你讲这含先有？含这个往生的先人，有啥物唔好吗？这个也没有啊，这嘛无啊。所以讲，做这代志吼，拢是人家己想的。人家己想的。风俗是人设的，礼嘛是人设的，规矩嘛是人定的。啊，甲这个丧事，这个服丧的过程，甲完成安尼尔。拄则老师抑个咱的道长拢讲到吼，其实有真侪。想法啊，真侪这规则啊，甚至真侪风俗，拢是咱自本家己去限制去所设出来的。啊，咁真正有迄个效果，咱确定啊继续来讲。这个人往生者、死者为大嘛，敢讲咱活的人会去犯着冲煞？敢会去互伊刷掉，还是讲对咱安尼无好？是毋是讲，比如讲迄要立念啊，还是讲要封顶啊，还是讲要落葬的时阵啊，讲12生肖倒几个是袂当看，敢真正是有安尼？足侪仪式是人家己想出来制定一个规范，要来互这个仪式互较庄严，会当做好势，所以讲当然一寡动作啊较细致的，要当定来啊，这要当定来的物件嘛。所以讲，你讲这冲刷，就是要叫人较谨慎的、谨慎的把这个事情、把这代志处理好势嘛。那么日暮当然有伊的冲刷，我来看日啦，今仔日冲到什么生肖几岁？这个时间的时冲到什么生肖几岁啊？这是有伊的规则，这是有伊的规则伫的，无毋对。啊，你讲一般有啥物冲刷？无啦，伊无啥物冲刷。无迄个冲刷，无啥物冲刷，毋是讲你看到人过身期，你个冲到犯着啥物无可能的代志啊。这是迄个要做代志的时阵，就是吼，譬如讲伊大体要落棺材的时阵，有一个冲，有一个冲刷，也是讲土葬的时阵，迄个棺材要落空位的时阵，迄嘛有一个日冲甲一个时冲，就是安尼尔。嘿啦，其他毋是讲像阮庄脚迄落。灵堂拢囥伫厝里嘛，我即马甚至嘛看足侪人吼，迄乌多摆桥多摆吼，要过吼，毋敢安尼过啊，因为人兜头前有死人啊，伊毋敢过。爱踅咯，迄无必要安尼啦，真正无必要安尼。每一个人因兜拢会办丧事。所以看到人咧办丧事，较早就讲啊，足侪是大人就点样教讲啊，老人咧办丧事千万毋好看哦，头爱挖过。嗰个就安尼，头前咧办丧事，倒摆徛啊，阮是大人讲袂使看，佮头挖过。佮弄到电火遐啊，还是累残，啊，像即摆即条要算相的，就开始就讲啊，你看，我无看到弄甲安尼啊，今日我若有看唔到，搁较害，怪亡者，怪死人。啊，我讲正经啊，换一个角度想将心比心，今日我若是亡者，啊，我倒咧阮兜听头，即嘛狗仔有地带，对无？吼，啊，搁再来你讲刷神，对，我是冲刷掉，我良心讲啊，刷神无遐无聊啦，真正对啦，伊袂。可能是遐掠人拍佚佗啦，所以这个物件咱常常讲，你着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经过无要紧。你其实较早咱老人的，较早的观念其实毋是叫你唔好看，我讲较早也无种意思，较早是小港饭，大家拢爱去斗相共的啊。较早的人无钱，毋过做的是时间，所以拢爱去斗相共。所以咱的做功德，为啥要吊这个十殿地角，这个道？一来就是要互你有感觉有一个气氛伫的，二来就是咱拢先讲啊，上界主要，较早教育知识无普及的时间，无的时阵，你只要靠这个来教化民众。就讲啊，你莫做歹哦，你若做歹拍甲变安尼哦，落地府会安怎哦，喙齿会弯掉的安怎样，用一寡恐怖的。虽然咱用心讲，用即摆教育学来看，这是。这个方法是其实是无好啦，我较早这是上较直接的方法，互你
看完了，你心肝头你就是阴影伫的，你自然的整体。我唔怕做派，我一定爱友好父母，一定爱做善事，一定爱安怎。啊，所以其实颠倒咱这个功德场是一个上介好一个教化的环境。就是讲像即马安尼买啊，讲做时代人教讲袂使话，尤其咱良心讲啊，当然安尼讲是会较得失人啊。你讲一寡媒体，咱嘛爱负责任嘛。哦，媒体有个叫什么民俗专家啦、命理老师啊，语不惊人死不休，对不？啊，讲正经啊，大家讲啊鬼安怎样啊，妖魔鬼怪安怎啊，无你敢捌看过？无你看到鬼叫伊出来，互大家看啊，对不？毋是讲你家己点样，家己想家己对啦。咱物件其实爱讲证据，啊讲科学，因为即摆时代袂使个怪力乱神啊。啊，所以拄着丧事讲正经，大方方、自然然，哦，就无必要讲去闪避。有往生者除了就是伫咧迄个现场以外，家己本身会当做。比如讲，有个人讲什么囝孙仔讲是拄啊登去是什么袂当抠喙鬚，吼也袂当洗头，吼啊甚至讲有人讲去迄个丧葬的现场，讲袂当穿什么皮鞋啊，敢毋是款的即个风尚较禁忌。其实咱厝恁办丧事，就是爱互家己，迄个袂使安尼整理咱家己服装仪容，整理甲足好看。家己厝里的人是大人死，一定爱理想啊。当然，其实咱也有经过的人，你就知。咱嘛无迄心情。对，真无嘢。咱嘛无迄心情，搁去踮遐咧西装打扮。较早我来讲，常讲一句话吼，咱咧办丧事吼，是迄个满生人目，搭死人因。就一半一半吼。咱一方面咱咧做嘅工课，就是要搭咱家己是大人的即个印象。一半是要做厝边头尾看，做外人看，做咱的亲戚朋友看。啊，上拄仔咧讲迄个孝，你迄个半路爸半路靠，查某囝转来，半路爸半路靠。你无安尼靠袂使啊！你也无按你的定尾啊爸哪孝转来哦，啊边仔阿姆阿婶啊，佮甲你勒啊，佮甲你骂啊，你毋知？所以讲有阵时迄款动作嘛是做互看的。咱对家己的时代人的思念，点啊好就好嘛，何必个点啊好互看？可是真正是好互看的。是毋是较早古早时代你新妇，较早是种新妇你拜饭啊，早暗拜饭，你捧去到灵桌啊顶香点就该好啊，迄个好饭。因为较早是三合院大出身，大家家族都做伙啊。不好啊！你也无好，你这新妇无好，边阿叔啊，这阿婶啊，迄个阿姆啊，佮出来甲你勒啊，甲你骂啊。所以讲有阵时，做一动作是你做互人看的。不过这个人事时地物这个变迁吼，那一套已经不合时宜了啦。对哦。迄个唔爱个用啊，咱就无必要搁安尼做啊。比如讲半路白半路靠，我有些人安尼讲讲。啊，白一个意思就好。你来到门口时白一个，白一个。有阵时要叫好，伊嘛好袂出来啊。对啊，对不对啊？目屎滴个尔，伊个好袂出来。啊，白一个入内底讲，阿爸我回来啊，安尼，啊，个安就会使啦。迄个心就好啦，哦，是毋是安尼？透过两位内行人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关系到咱台湾丧葬相关的科技，是毋是咱人对这过往的这个代志会当减少一份的惊吓，对这个文化加一份的了解呢？讲到这个往生者引起较未知的世界，你甲我拢唔捌往生过，所以当然是唔知。不过透过着丰富的科技替咱来排解，要互咱的用世间的人活了逍遥搁自在，而且会当活出家己的未来。邀请咱的观众朋友，由完后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嘉豪，咱再会。